啊，去噶吃嘛是怕求你们去吃瓜，这的话，为啥里有的家嘛一直个老师，为啥别去过比晒个来可那嘛一直天天可入门呢？啊，去你过去都叫那把体育爸爸为啥的项目那把人呢？一直别个老师嘛怕不或者错误，啊，一年咋子呢嘛？米家米路的啊，去项目比的无别你项目。你们哟，为啥别去业务提子运动以来，我就头个吃年头，你吃年子。哥们拉去的一户话，你做喽，我哩俺们还留不玻璃，也是不得呐，一你发喽，妈咪推提子过比业务都有你下的话那你，哥妈咪他一，妈咪有都有你下嘛，哥妈咪他一，我就头吃你推你吃你过就，哥妈咪他一推里边啊，哎。哥嘛拉去的一户话可你做就，哥说他没你做你没么话，有嘛可哥啊用的他那啊别我的我哩，出这个里边，为啥个可你做就哥他说的呢？一户话个可你做就出这个里你做，我哩俺们还留不玻璃瑜伽手，还留不玻璃皮球那路说的那里，一户话可个强啊，出咱们个强啊，对里边，莫过头啥次里头吃啥子瓜，我嘛过比弄拉去的知道。哥去马下推那嘛，农民能得嘎达推里边，我们不都哥说的那一户话可你做啊，我们不都有之前在里边打别的呢，哥嘛没能拉去的，马推我那嘛有没能得嘎达，咱们别就马推多那嘛，马推多那嘛，咱们没能得嘎达拉去的，咱们推里边。我们不都，而且不都里边别他那里，哥嘛在那拉出里嘛，努乌山里嘛，我们不都嘎达马推多了那么嘎达。拉去这个疙瘩，没能这个疙瘩头里边，我们不都无啥你做嘛有嘛一把了那么有疙瘩把了子有拉去的有你嘛在几十年有呢无啥你发嘛无啥干吃嘛就叫下头把了那么有些头一都一来别的嘛，我我头我头çoğu子努力跟我下头说的每一张一户话呢是话比。你我说的你做喽，哥嘛拉出的每一张表，莫个头我头çoğu子瓜，而且不都哥嘛一户话哥嘛在你做别当，你做嘛不都每一张就，哥我下头说的每一张表嘛，哥说呢这么是，对瓜，这都头我头，离这就吃这瓜去，那你也比啥皮那个哥不就对，做咱们家哥嘛就，这都皮头没家哥就，他这都皮头表。哦，那你是哪些不都得去过去湖里啊？哥嘛，我的是得去过去湖里，可是你天里够了啊？你是怕你修来的，你是怕得多少卡去多去老表？哥说的无啥你做，哥说的没一只，哥说你想，哥说你怎么做就对，哥说你怎么做，无啥你做，我说无啥你没一只就，我们不都呢？有呢他够来哎，阿里都是多做个他够来，啊，你是你那个去哥讲，咱们的他去哥。我是哥说没呀就，哥说你没过嘛吃就，哥说你啥得就拍就，你我得就拍就别个叫我，没够，你我就拍我们一来，为啥你都是我们一来？哎，我不都我个去都是，我哩为啥别去别家的呢？有你们累来，别想呢你们累来，为啥你做嘛等他一，俺们我个嘛哥这里那些相对点我，有就是说哥嘛为啥你们是让我走嘛就让我。他妈的有咱们是呢，有呢，对为啥你发嘛瓜，对家下头我里这都来，别的嘛，这里谁跟你下头的这瓜比有的头里别个人哎，哎，莫过头我吃我头，你吃啥子瓜？我哩俺没无少，努力一我的每一个米苦瓜有一个，哥说的米苦瓜每一个瓜有一个，不是每一个瓜有一个，是火力指数不比，哥说不得呢，一话呀你提不起咪嘛就。他不吃米7点么大，对了没有？他不吃米7点么大，哥说的呢，每一张米苦瓜有一个对了没有？我哩俺们我那弄得下了对，为啥子你不拿？而且都是俺们嘛，哥对，为啥你能在出那讲啊？哥说的有你是个就没他，这么就西瓜米苦瓜。有一个，为啥你做？为啥你没一只他？有年他妈的别讲么的哦，他妈你嘛做不？个年为啥么你发布？为是呢？有年为啥你那个对出手机嘞？谁对是你嘛老是呢？有年出手机嘞，我听呢有这个为啥你发嘛？让女票了涨哦，别嘛？个嘛米也行啊？
他什么？对过，我就头吃对你吃什么？为啥呢？我就头吃对你吃什？一会儿带就跑马里，呀你带洗了咋喽？我连俺们从我不苦的呢，下代讲哦，对对了，不是，啊说这么个咋是呢？一会儿带就不是对呢，呀你们洗了脏哦，这洗了脏哦，不晓得为啥子弄的？这洗面什么里？可能我们脏哦别来哎，我个头过沟里边，我不都为啥带就不是的呢？这洗面什么可？可容易脏哦，从我不得那下代讲哦，这都里脏哦，对了别嘛哦哎，我们不都干嘛面行啊？别嘛在木头瓜，嘎拉天我对吃过你吃天吃瓜，干嘛明年拉出路命啊喽？拉出路命也行啊，花你人命啊喽？我的阿米花你人命呢？第是啥里摩擦喽？他妈呢？马是马些嘛，马些嘛干嘛？害你家嘛？你别在屋头推嘛？阿米呀嘛？你都来夸嘛？谁来夸嘛？米都来夸嘛？你嘛很嘛？米奶嘛？一步步来夸嘛？一个过来嘛？面奶嘛，就不一样嘛，就你说你也嘛比，他面些里比干嘛？你别阿吉俺喽，他的意思呢，无啥鬼嘛么嘛，我嘛说啦，我在这的话我呢，去个我别，这都不努力，对了，去个大忙啊喽，俺搞了天啊，可是错的，我嘛不都，他面些嘛，你们有那管理的些嘛，恰啥？俺就是说的，要么管，他面些嘛，我的管白了他，你对白个嘛他，一家个想。啊，没看俺嘛不懂呢。听面西嘛，我哪里听西嘛，吃啥？哪里听西嘛，吃啥？为啥别去听嘛？我别家的，干嘛没听你下不？为啥嘛？哪嘛听你下不？皇帝人民呢？干嘛没不？或对民呢？皇帝人呢？为啥嘛？哪嘛俺不不是呢？听面西我比阿里听西嘛，我你妈妈漏得是啊？阿里听西嘛，我你妈漏是那个？别嘛，对么？有对家是呢？为啥我嘛？我嘛听你西？皇帝人民听面西，有得嘛个咯？哎，我嘛不都听面西嘛？我就有你妈妈漏得是别个听西嘛？漏是嘞，一个话了嘛哎，不来话嘛哎，你嘛喝嘛哎，面黑嘛哎，谁来话嘛哎？你都来话嘛哎，俺米也嘛哎，你别对我都跳嘛哎，嘿你家嘛哎，阿里听西嘛啊？有那个？阿里听西嘛啊？听面西嘛意思呢？为啥我嘛没有？听嘛呢？各嘛一米，皇帝人民。我们不都有年听面西嘛过，哪里听西嘛抢啊？别是呢，有年你认识呢，我这为啥你放嘛那个？为啥你普通嘛啊？为啥你放嘛那个抽书记巴拉那嘛？为啥别去过边有抽书记都一来？提口里头抽推你这就吃这瓜米，推瓜米就了。侬话呢？侬话一张你咋不带？前年个年一了。马就些嘛意思呢？为啥鬼嘛嘛？侬嘛说啦，之前在他哥，对，之前在他哥门里子，知道吗？之前在他哥门里子，嘛是嘛些嘛意思阿米，你别在屋头推送阿米，还去花送阿米，咋就咋还说花送阿米，苦送阿米，你还送阿米，日不一送阿米，就送阿米，可咋送阿米？为啥鬼嘛对了吧？我只有的。俺话把你妈咪儿的嘛，这里俺们有人苦瓜有妈咪儿的有在有女儿几百家庭里了，说几百家窝里，俺话把你妈咪儿的就送俺们无啥贵个嘛别的嘛，啊把你妈咪儿们俺别家，俺们他的俺妈咪呀，我不懂俺话把妈你提克里嘛就讲哎，有个嘛就说个无啥贵嘛别嘛弄做里对，有咱弄的就干嘛，有咱弄的就说个娘，我的他就，一时怕的就说个娘，我的他就。有年就是嘛啊，就是个无啥鬼嘛没别的，现在或者在他就，我妈妈家别是呢，我妈在他就，妈家里呢，无啥的我苦家，家了那么我苦家，就是里无啥鬼嘛没就，就不一说那就不多说的话，就不一说里无啥鬼嘛没别嘛，啊那就不个多么的，一说里多么的，哎无啥鬼个嘛没，或者说，别叫我。或者说在听面，或者说听面，我不听你拿来，我在拒绝个，我听面拿来别说在或者说里呢，为啥鬼嘛没别嘛对，为啥透过那对里边嘛，说在或者说个太严，有年为啥在家嘛那呢？没过鬼没那嘛，为啥别提我点那嘛没那嘛俺们不懂呢？听面现在过家嘛，还去花生过对五十年，咋没出过对五十，不花生可家，没啥鬼嘛没就对，听里太严，苦说，你还说，可你还说个可叫嘛？这边呢？你还说个呢？为啥鬼嘛门？苦说个为啥鬼嘛门？说嘛没些苦着，带着老些个叫我吃药的。我那个为啥别去过叫他不？为啥别去手他不？苦着么的，害着么的，面害么的，还出花么的，过对无声，出花么的，推流些，为啥鬼嘛门推里边？
我们不懂，还就话说，咋的是很什么的啥个，很什么话说，很什么的啥个，很什么话说，还就话说个，为啥鬼干嘛们？我们不懂，有为啥咱们不拿？为啥哩？马尼普了那么？为啥哩马路虎了那么？为啥干什么票了那么？为啥别去别家的？干嘛？你去面试？话你了明年去面试嘛就呢？有年路个是呢？为啥你发嘛？为啥干什么那个？出去就来别的嘛？衣服说里头你子，我里你后台，那我晒点干嘛？出就干嘛比喊你家嘛里？别里怎么拉错路的路下个的？啊，说天面试嘛后台为啥的嘛说的？为啥别去嘛别家的？为啥别去嘛说的？为啥别去嘛家的？就面试过出就够。就面试过出就干不到，那我们说的出就干嘛去的？老个就老个，俺们啥别去收留他？哪个？我们对你唱，哪个他一样？你们了哪个？对了吧？对了是的老个，对了吧嘛？你还嘛哥嘛？对了是的老个，对了是的为啥肯你做吧嘛？为啥肯你做？为啥你做了的呢？全部过几多的我哎。我哩呢，为啥子呢？干嘛的？有嘛头很推吃啥子？阿六百呢，花你了的厨师三点半呢，我呢想哦，对，啊说听面嘛，花你了的厨师三点钟，听面嘛厨师3点钟呢，想我就想我，花过的过里想走就多别了啊，哈过个想，全部过给那打想啊，对了呗？我哩阿米是先嘛哈过比花过的。里一度拉马的狮子不安呢，我呢3点么我对，为啥别去过比是什么哈里去干嘛？啊，听去嘛，我别个的，听去嘛，我一个的，我你妈妈听嘛个吃不？啊，那你妈我出生你我嘛个吃，听嘛我嘛别，听嘛我嘛用，是什么哈里听里路多拉的？我们哪个？你在说在我别个听我你妈妈个吃用，我这个个人啊，听里哪个是你认识你是什么哈里父母干嘛那个3点是哪？3点么我3秒过3点么我嘛不懂呢，有呢是什么哈里胡家嘛那个为啥别个里胡家嘛那个为啥哈里胡家嘛那个3点嘞？我在那里3点么我在呢3秒么3点么我过对里胡家嘛过3点他呢想哦，是啦啊。什么个胡就行啊？我们不懂，有年是什么哈里胡家嘛？为啥别去过去就是3点是有以来我谈呢？有咪3点么？是怕别提我3点么？噶拉天抽头一次，花过头不个里，40年花过头过比7年嘛什么？是什么哈的就是40呢？是什么哈过比第一次的爸妈3年什么？对。有在这里别个啦，我们不懂。有年是什么哈过比40年，第一次的爸妈3年什么那么有是什么哈别个的，为啥别个啥有的过的嘛别个是些土的，就是呢。就是进来，我谈年有年第一次的爸妈3年什么花过头别个里40年，花过头别个7年嘛什么对了吧？我们不懂7年嘛带里没嘛呢？有年3点嘛带暖啊，3年带暖啊，是什么哈过比为啥别个过比老多个啦嘛带什么那么那呢？为啥别个带就是呢3点嘛3年什么那么是什么哈里老多个嘛那个3点是就是进对来别的嘛？的过头的这过比有的嘛个啦咯。歌手么嘛我去，在这个歌手么嘛我去，某个都你是你就称我这安那比俺们艺术比，马是马些艺术比，做这些艺术比，你比在舞蹈艺术比，哥嘛在你那是歌手不，俺他不呢，老婆你是嘛个点哦，对，老婆你是嘛个点哦，木瓜怪怪嘛对一种，为啥老婆为啥一个嘛对，把个是第二种。把个是嗲，我讲某个都你是提对你这个，我的阿弥，你把手，马吉手，你不你接手，做这些手，马是马些一手，阿弥一手，你别在我都推手，歌手不第二部呢，别唱嘛，阿都罗不过阿罗，推嘛呢，你话的话什么阿罗对。我们不都，你是马过呢？阿是做不啊？你是马过呢？罗巴阿都做不对，罗巴阿都话。是那当啊，为啥你婆嘛拉出的，为啥你人嘛就是的，哥嘛拉出的，哥嘛没意思，花过对你了，花你了，花你了，意思呢，你还没还说，就律师在那里，为啥你老婆女婿嘛过，
别他妈阿多罗别过罗弗朗哦，我关键你话的话晓得吗？哦，对了别，有年你话的话晓得他个例子嘞，为啥呢？干什么？为啥呢？目的米吉他里努比个家个他们过度了，别了那么有年为啥你了的就是为啥干什么？有对家下头为啥干什么？米有一嘞，别的嘛，我啊。我就头吃啥头我子，这些时候呢，干嘛别去的你做喽？我领俺们从人呐，你破路下边啥都的也喽。这些时候呢，干嘛别去的你做喽？有为啥子你们呐？各去的你做，要么你个在去的，我们去的啊，我们别的他那，我们你有在各户户籍啦啊。对，对里边是呢，干嘛别去的有呢他那，干嘛别去的有把铁瓜他的子，干嘛别去呢有就是的不，你做的啊，为啥个你做的啊？我们不都从那里边你不都买一那么，下都都买一那么有呢有，干嘛别去的？为啥嘛你嘛别去的？为啥你婆嘛别去？干嘛别去的？有俺们你做是有俺们嘛呢？别呢有。对了，漂亮子嘞，我们不都有对了，他个例子，你们阿弟干什么？为啥别去说嘛？一句那话，可是在为啥你做喽？个嘛有那么之前我能在有嘎达是漂亮子，我的是家嘛别去为啥你爸嘛别去有推那么漂亮子？话你里面呢？为啥你做喽？为啥你婆嘛我？为啥怪怪嘛都的？之前你妈的就是三点时候呢，之前你妈提示为啥的来就是三点时候呢？为啥你爸妈在弄俺妈不都为啥怪怪都就忘哦？可是第二个呢，前面阿多罗巴光啊喽，我们不都有呢三面比如细数三面过度的时候，三面提示的爸妈一细数有一来，别说呢，你们为啥别去过比的话，各嘛米他一各嘛米伢行啊，别是啊米伢去说个有说干嘛的他米里子各嘛米。为啥你做嘛咪有嘛有啊那么有的那个来些些都是来些哈过无啦子哈过手对啦子，别说你有为啥过别去过比这个来过干嘛？都在的过我嘛就是在为啥别去过比手对啦是哈过无啦子啊，就是在是里个吃嘛苦肉么子花花。为啥别去嘛米里那么别我放别去意思怕谁点嘛我那爸爸哦，谁面别去那侬那过的抓爸爸哦，你别过嘛抓，阿里过火里嘛抓。爸爸说侬那个的爸爸说面别去他妈带我侬你们那个下个他是非出去巴拉子，爸爸侬你做嘛别去，哥嘛我嘛什么些嘛，的过阿面是话你了，我比一度了嘛，真的侬你做了，爸爸说别他妈阿多了别过路更别了，我侬他妈过嘛对那嘛，侬别去说干嘛的你们那个知道是谁点嘛俺他不过谁面别去的非出是是说谁面没那嘛，侬在侬不谁面别去你们那个下个他是第次的爸妈谁面的有。头啥事？侬对家嘛别去的，付出故事，阿比阿米漂啦子，侬别去的嘛别家的，韩国乌啦子，侬别去嘛米里那嘛，是把耶稣米国比两，头里漂啦子。